第二回环保卫生委员会召集人沈家峰的带领，包括委员会成员、甲南关线在地议员、杜素莹、吴宇环、甲郭凤仪等多位议员，上午实地前往环保局林德区队，了解木料引行的操作甲运用情形。因为台南市一档的树木修剪甲废弃的木材超过1万吨，为了减少焚化炉甲掩埋场的负担，环保局伫林德区队来设立木料引行，利用大型的破碎机，希望将树木回收再利用。木质银行针对我们1年都有1万多吨的木材，咱修剪木资1年都有1万多吨，所以相对这样的方式可以带来我们很多可能焚化量或者是掩埋量的增加出来，余量出来了哈，所以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咱希望今仔嘛当来了解讲，相信真侪民众应该能会来索取咱相关的这一些废木屑啦哈。希望我们也多多来推广，让我们这些破碎的木屑真的可以让它有去处了哈，不要说破碎之后又余量在我们里面又堆积，这个希望我们有效的让这些资源能分享出去啊哈。回来的废树枝之后呢，到我们第一步就是要进行破碎。那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破碎大概要破到几公分的尺寸才是符合我们一般民众的需要？那我目前进行的方式主要是以12公分的木料为主，因为一般的破碎机大概破碎到12公分是一般可以达到的一个尺寸啦。好，那以我们目前这2-3个月来的一个成果当然民众还没有反映说这个尺寸不够小，但是再回去使用的都没有反映说尺寸上不符合需求的问题。但以我们的部分，我们有开发的就是希望尝试来破5公分的，就是更细的。那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用途因为我们坊间有看到有很多废树枝的在用的管道，所以这个5公分的部分是我们今年也会做一个大概100-200吨的一个试验，来看看这个民众的需求度是不是也有需要到这样子的一个尺寸。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长表示，目前林德暂存的木料大约有3600吨，经过2-3个月试办，民众领取的大约123吨。以林德区队一档处理2400吨左右，未来将会加强气化，除了甲农会农民来配合，另外嘛有引进工地作为减少扬尘的铺面，甚至提供再生能源混合添加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